今集閱讀博覽為大家帶嚟嘅係幫講出聲博客說書人嘅文章。最喜歡看到爭氣機這3個字，開心嘅事情唔怕講多幾次，最中意就係睇到爭氣機呢3隻字啦。近日中國製戰機殲十 C 喺印巴衝突嗰度一戰成名，一舉擊落多架外國名牌戰機。殲十 C 出色嘅戰績令到世界對中國戰機刮目相看，殲十系列更加係被央視稱為爭氣機。上一款令人印象深刻嘅爭氣機，大概就喺2年前，華為趁住時任美國商務部部長雷蒙多訪華，突襲推出手機 Mate 60 Pro，特登落地面激死老美。由 Mate 60 Pro 去到殲十，由手掌咁大嘅手機去到翱翔天際嘅戰機，兩者嘅共通點就係向世界展示中國由一窮二白被打壓，去到自主創新爭口氣嘅脫胎換骨。爭氣機們為中國人爭咗一口氣。咁多年嚟，中國發展長期受到美西方各式各樣嘅打壓，或者係經濟制裁，或者係技術圍堵，又或者係以種種理由。總之原因就係驚中國壯大，睇唔過眼中國變好。過去嘅中國經濟啱啱起步，面對實力唔夠強大嘅現實差距，只可以默默忍受。人哋唔俾嘅，中國人自己做，所以我哋先至會有一部又一部嘅爭氣機。當年美國公司反悔同中國合作改造戰機殲8，中國人冇抱怨一句，默默鑽研出新技術超過60% 嘅殲十。2019年啦，美國禁止華為用美國嘅晶片，禁止 Google 等科技同華為有業務來往，令到華為嘅手機業務受到重創。時隔4年，華為就製造咗採用昆侖玻璃、玄武架構、麒麟晶片、鴻蒙系統等國產技術嘅 Mate 60 Pro。今日更加係推出媲美英偉達先進晶片嘅騰星 910C 晶片。中國人爭氣嘅嘢仲有好多，中國嘅無人機出口成為全球之最，相關嘅專利申請去到全球嘅70%。北斗導航系統唔比美國嘅 GPS 專美，表現相當優秀。綠色能源好似太陽能技術，仲有電動車等等，中國通通都有好嘅表現。中國心、中國機、中國做，代表嘅係中國人自強不息同埋自主創新。上述呢啲通通都係中國發展嘅中間點。只要美國黑手唔停，中國就會有一堆爭氣機震撼全球。中國人自己做，唔單止做咗出嚟，仲做得更加好，做得世界領先，咁樣先係為中國人爭氣。